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号《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行政院长陈建仁今日表示，会考虑把5月7日劳动节改做是全国一致的休假日，而且也包含军公教在内。继续追查苏丹澳风波，也发现一寡大品牌，亲像海底捞、北方军舰、骨头牌、威力都有使用。卫福部认为这是系统性问题。昨暗时网路有一段影片是3个国中生举扫帚刷挑拍一个囡仔，警方追查了后发现是家内学生，已经进行校安通报。讲到这5月7日劳动节，敢要改做是全国休假日天，军公教也列入去内。行政院长陈建仁今日表示，会当考虑改做全国一致的休假日。内政部表示，目前一年放假的时间是115天到116天，已经是真棒啊。5月7日若准备全部放假，必须要有共识，而且要来做这相关的配套。不管我们人事总处也好，内政部也好，在调整这个假日的时候呢，确实是可以来考虑看看是劳动节是不是可以放一致，全国一致放假。进前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都已经有人提案，讲5一劳动节应该改做全国放假一天，和全国劳动者拢会当做伙放假，但并无通过。即么陈建仁总算讲会当考虑，和进前不适应的军公教嘛，可能会当放假。可以一起休假，我觉得对大众来说是一个平等的做法，这样也不错啊。但是就是要做好配套措施，这样就是想要带小孩出去，他学校部分就需要请假，然后一起统一放假的话是比较方便家长做安排。不过陈建仁嘛讲，目前全国的总放假日是115天到116天，已经完全占满啦。劳动节拿全国一致性来放假，需要调整的所在真多。目前我们全国全年的一个总放假日是固定的，而且这是经过立法院决议的一个规定。那目前这个的一个放假日总放假时数是已经都用满了。会影响404万的学生嘛？那公教人员大概66万，内政部会召集相关部会，那人总也会参与。照即摆的规定，4月7日儿童节是全国放假，另外5一劳动节劳工放假，9三军人节军人放假，原住民族的血时节义原住民族放假，算特定身份含族群的放假日。另外329情人节、9日8教师节，第一个1号上路了，拢改作干那纪念无放假。另外1991年进前3月7日妇女节，妇女会当放假一天，后壁改作含儿童节的放假做伙，3个清明节前一天全国放假。迄当初为着要落实1礼拜休2天，第实施1个1号了后，一个固定假日是取消。内政部强调讲，若劳动节要调整，要有一致的共识了后，再做其他配套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出刑法修正草案，要增加一条，表示国会罪。若是行政官员伫质询当中无老实讲，或者是反质询，上当会当关3年。行政部门去到立法院接受立委的质询，不过这几年地道青菜出现官员甲立委质询，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不满民进党执政一党独大，恶化立法权。新的会期提出国会改革5法，上届受到关注的都是增订刑法修正草案，表示国会罪。行政部门官员出席立法院听证会答询的时阵，有虚伪陈述的情形，相当会当关3年，拘役或者是罚20万以下的罚金。接受立委总质询，有暗砍或者是明知影不实，要是虚伪陈述，会当判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罚10万块以下的罚金。党意说了算，让立法权矮化，变成行政权的立法局，也因此是加强立法权的角色，而这个立法权不分蓝绿。藐视国会罪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法律。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其实都有，要强化国会监督的能量，我觉得绝对是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期待。什么样的界定是你觉得官员对你有所不敬？这都来自于国民党、民众党无限膨胀国会自身权力，他们认为质询就是上对下的关系。美国进前早就有表示国会罪的例。洪明凯强调讲，修法爱强化立法权，哪粒白拢有效用。魏国昌有认同，嘛认为需要强化监督的能量。不过吴思瑶批评讲，这个举动是反民主。行政院长陈建仁认为讲，政院甲立委拢爱互相尊重，就事论事。也拿国民党团提案，要求总统每一年的3月7日进前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而且采随问随答的方式，这恐惊有危险的记录。台湾民众党党团有提出我们的修法版本，
然后也呼应赖清德总统，他好像也有意，要到立法院来进行国情报告。当然，我们的法案也绝对是优于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法案，要求总统至国会报告并备询就是违宪。卫国超认为讲，总统受邀请去国会做国情报告无问题，不过具体的条文爱详细讨论。吴思瑶强调讲，民进党团会直接提出全面改革的方案，到时百面会出现朝野攻防战。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黄捷早起收到一封假做是桃园地检署检察长朱秀端的死亡威胁批信，已经报警察处理了。因为这内容是写甲差不多，不排除是同一人写的。另外，这恐吓批内面也讲要安10粒炸弹伫咧桃园机场。这航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已经加强查检，确保安全。好，提出收到的恐吓邮件，民进党立委黄捷伫进前收到手写恐吓批了后，初五收到署名桃园地检署检察长吴秀端的死亡威胁批，内容指出要伫24点钟内汇款800万新台票，高附上庆祝相片。那留落来信息说是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林的，显然拢无无名。那这种一再受到恐吓性的行为，虽然对我来说是蛮骚扰的，但是我还是会顶住压力啦，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工作。黄捷表示已经报警，因为这张恐吓批甲进前寄予真侪政治人物的内容差不多，同款拢是无名假电子批，也是境外口述。警方检判可能是同一个团队，也是派到犯案等咧侦办，并整卷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调阅相关的电池资料，追查侦办中。本分局将加强委员服务处守望及巡逻安全维护。不过对方也是继续发送恐吓批，甚至有个10粒定时炸弹已经装伫桃园机场，下到1点引爆。航警局保安警察大队接到信息，唔敢大意，以相关等级作为应用，中道巡逻警察摕金属探测器巡检。航警局表示，会全面加强安检，以确保机场甲旅客安全。最近定传出炸弹恐吓批，国民党立委罗致强初二也收到炸弹恐吓信息，强声讲要炸韩国瑜。罗致强甲立法院也已经报警处理，立法院也表示会加强相关巡逻甲安全检查。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再去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强进行工作报告，即届甲和平这两个字提调。讲到台湾，李强是搁再强调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会坚定来推动祖国的统一。中国发展必将长风破浪，未来可期。中国第14届全国人民大会第2大会议初5早起开始，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就任以来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重点拢主要放伫经济发展。宣布讲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目标定为5%左右，对台湾议题是维持一直以来的立场，反对台独，重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九二共识。我们要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范律，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关系和平发展，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去年李克强使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比起来，今年的报告是甲和平的这个字抬调，军费的支出是增加7.2%嘛，引起注意。这摆人大会议闭幕了后，无举行总理记者会，拍35年的传统，专家分析，这嘛显示李强的地位宏降低。过去李克强起码还有有某些自己做决策的权利，那么现在完全都没有了，他们通通变成习近平的执行者。丁树环指出讲，对人大会议了后无举行记者会和人事上的变动，会当看出中国即马内部政局是当在乱，习近平一个人掌控。工作报告内面，台湾部分是维持进程的论述，对新政府嘛无特别提出威胁的字，可能转用铺设地带的战略来慢慢施压。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快艇并船案件引起两岸紧张，美国海军第7舰队今仔日出动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伫咧敏感时刻引起关注。不过第7舰队发出新闻稿强调，因只是伫咧执行例行性的巡航任务尔。这个美国军舰约翰逊1号即是今年第2届通过台湾海峡。第7舰队表示讲，几多年来继续经过台海，而且伫咧南海和东海之间过境，经过到台湾海峡。算是公海的自由宽限，无去达到任何一个国家的领海，是所有国家拢会当有的自由航行权。讲到这中国快艇并船事件，到当时也未收煞。今仔日全州的这个代办副主任李朝辉，带死者家属去殡仪馆祭拜了后，就坐这小三通登去中国。离开进程也呛讲台湾无诚意，佮讲白贼，后果爱民进党负责。那陆委会主委屈泰山表示，无破局是双方登去检讨甲清洗尔。上香。死者家属提醒得拜，情绪挡袂住鬼吼出来。中国一快艇并船两死的事件，中方海巡两边是真侪摆协商，拢宣告破局。海巡署金马病分署长陈树川亲身到场陪家属来念香，本地拍算大概送慰问金10万的人民票，但是互家属当场来拒绝。船明明是被装翻的，没有人来承担责任，连一句最简单的道歉都没有。我们心里很难过。我们就是各给10万块，跟原本谈的抚恤金是不一样的。不一样，这纯粹是我们对家属的一个抚慰的一个心意而已。那他们有收吗？我刚刚看到。没有，但是他们是希望说透过红会来转交。中方的代表团甲死者祭拜了，初五下晡2点坐小三通登去中国。泉州代办副主任李朝辉真生气讲，15天过去啊，同款是无得到死人信托的说明，而且讲法前后是斗袂起来，阁有真侪白贼，家属无必要继续留落来，后果互民进党当局负责。台湾方面参加协商人员已于3月3日离开金门，至今没有返回。毫无音信，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由此造成的后果由民进党当局负责。中方的代表话讲甲真硬，海巡署讲期间才一摆协商，但是中方坚持提出无符合咱这边法律制度的要求，互双方的协商无共识，感觉真遗憾。但是共款会保持上大的诚意和开放态度，希望会当较紧来化解歧见。陆委会主委屈泰山嘛做出回应。倒没有所谓破局啦，我想有进展的，也有没有进展的嘛。双方应该各自回去检讨一下，请示一下。曹辉刚刚批台湾当局谎话了，这个话能信吗？中国快艇两死事件一直烧，行政院长陈建仁呼吁中国爱理性务实做伙协商，互今系海峡和平稳定，确保双方民众的权益。伊嘛表示讲，专案即马已经进入司法侦办，相信检察官会做上好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卫生局进前去抽检丁产加工这两间公司，查到对中国来的咸姜仔粉内面有检出低氨钴苏丹红，这个咸姜仔粉也拢走去一寡大品牌遐，亲像北方混集、威力、牛头牌、海底捞等等。但是北方混集是八回讲，因无使用违规的咸姜仔粉。不过呢，这新北和高雄的卫生局对查了后，也拢甲北方混集的讲法吐互破。详细检查有效期限，而且甲一箱的咸姜仔粉大封条。新北市卫生局去北方分集做稽查，发现讲，业者去年甲丁赞甲加工公司进货粗咸姜仔粉，已经全部制作过，加做含色的鸭，还佫有小辣酱，现场拢已经无库存。高雄市卫生局嘛，佫一概说明，3份进口报单显示北方分集确实是下样的名单之一。北方分集进前讲，无采购高雄市卫生局公布违规辣椒粉原料的讲法是随便空。总计有5个批号，总重是6264公斤，均为食品药物管理署检验结果不合格的品项。苏丹红番姜仔粉的红谱是连环标，高雄市卫生局顶一日抽检的时阵，就发现讲，已经有34000公斤有问题的咸姜仔粉流向新北、桃园、台中、彰化、云林、台南、甲高雄7个县市。也若会有流向的，包括北方分集、威力、好地伊食品、甲海底捞等等。云林县接到通报了后做稽查，
北港有咸姜仔行进货11500公斤，不过全部拢无使用。也拿台南的救红生机有苏丹红的鸡心咸姜仔粉，是流向婚林2间食品厂，计共有241公斤。辣椒行刚好检验出来刚好是不合格的，所以它全数都还没有使用，也全数都退货给他们上游进站公司。也拿牛头牌好第一食品，因进货117公斤有问题咸姜仔粉，经过台南市卫生局稽查，并无流入去市面的。台北市卫生局嘛，伫接到通报了后，佫一届主动针对市面上辣椒粉类的产品抽检24件，检验苏丹色素，其中真好加咸姜仔粉、百盛公司的泰式辣椒粉。甲台中市超农事业公司，因的叫辣椒天椒等等3件商品，佫一个检出苏丹色素3号，分别是检出苏丹色素3号3到8 ppb 不符规定，已第一时间移请新北市及台中市卫生局追查上游及流向，并令贩售平台下架不合格产品。根据食药署的统计，到113年3月初3为止，落市的甲封存的咸姜仔粉。也有相关产品，计共74627.1公斤。不过有苏丹红的低感的辣椒粉，这个风波要持续咧扩大，而且拖到几啊个县市，敢也有未查到的。卫福部长施水源早起嘛讲，可能是系统性的问题。母数增加那这一个检出的比例不但没有下降，而且也是跟着增加。那这个就一定是系统性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就后来就100%的抽批，还发现有的话就禁止输入。如果这些被禁止进口的这个厂商没有提出一个好的改善措施的话，那我们也许还会再继续涨。去高雄市卫生局点名2届北方分级，是佫一届发声明表示，因接到卫生局的通知了后，就需配合高雄市卫生局的查核，而且主动扩大停止使用这个供应商的原料。记者综合报道。台东有一位26岁有新的妇人人，伊伫咧去年伫厝内面煞熊熊昏去，失去性命现象。刚才因翁随家做 CPR 到病院进前呢，这消防救护做较真好，成功甲太太抑个腹肚内面的囡仔全部拢救倒转来。台东一个26岁姓柯的妇人人，前日仔顺利生一个查某婴仔，这嘛是伊的第6胎。去年10月初8，伊因为心脏的问题，伫咧厝内熊熊昏去，失去生命的现象。醒来以后就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因为看了很久，在讲话。看到因牵手昏落第一时间，做义消的翁婿通报119，而且随家有新的太太做 CPR 抢救，救护车到现场随家电击甲斗送扫了后，有恢复生命的现象。结果由太麻里高救队行动急诊室斗送去马街病院。医师认为讲，到病院进前有做正确急救的措施，是成功甲老母抑个腹肚内囡仔救回来重要的原因。119接获了报案以后，随即派遣了救护车，并在线上 CPR 的指导，并给予这个节拍器做高品质的这个 CPR 的救援。高品质的 CPR 其实就可以保存我们脑部的血液的循环，还有的血液来讲，也可以有稍微保存的效果，就是让胎儿还可以再存活一段时间。医师表示，台东的地形较长了，要送病院较无方便。到病院进前，乃当及时救援，会当大大增加患者的存活率。这几年，台东消防局推动线顶 CPR 的指导，嘛打造行动急诊室，内底有急诊等级高阶的设备，而且透过即时影像分段平台，实时接受急诊医师的指导。去年嘛有真好的成果，急救的成功率有到34.92%，有18个人获援出院。记者综合报道。气象署今仔日发布今年3月到5月天气预测，这温度会较温暖，雨水量是正常，不过会较少寡。气象署也要提醒民众呢，这春天变化是真紧。今仔日出日头，明仔载又搁要变冷咯。这锋面含强烈的大陆冷气团又搁要来，一直到礼拜拢是10个冷的天气。出大日头，台北市文山区中昼测到30.8度，台东太麻里出现西南风沉降，若是热像热天的天气就有败日。拜三早起，方面报道气温开始有感觉降。
北部地区我们预估今天高温在32度左右，可是明天清晨是明天的最高温哦，明天清晨高温就只有23度左右，甚至到星期四的时候高温只有14度。拜三起，锋面通过加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拜四伴随云南风雨区东线受顶的感受会一直影响到拜六。气象署发布上新春季天气展望，接落来天气系统快速转换，有冷气团落南影响台湾的几率。那展望3到5月，有这气温以正常偏暖，落雨伫3到4月可能会偏少。那在雨量的预报则是以正常至偏少的几率较高。不过我们特别提醒哈，因为5月份已经进入到我们台湾的梅雨季，所以相对而言，它雨量的预测不确定性是偏高的。回顾拄过的冬季，气象署统计气温是1951年来第2暖，落雨是第5少。进入春季了后，3月是传统的大水期，也是西半部甲金马较会有浓雾的季节。提醒民众节约用水，注意交通资讯。记者综合报道。对今日开始，疾管署开放6个月大以上的民众会当去注公费的流感疫苗。就算即马已经是春天啊，真侪人拢认为讲，即马春天是流感疫情的尾期。不过疾管署也讲，虽然流感疫情有小可伫咧降，不过有关是高原期，所以民众也是爱赶紧来注疫苗。放轻松啊，不要哭啊，啊。流感疫苗一针拄落就通提升保护力。3月初5开始，疾管署大幅度放量公费流感疫苗对象，6个月大以上的民众拢通注公费流感疫苗。初5为止，库存量也有6.6万人左右。会啦，安怎讲？有资料有保庇。有一年，阮兜3个拢去拍，啊一个无拍，迄个得到迄个重大的这个重型流感。啊，到尾阮就惊到，讲安尼袂使呢，每年拢爱拍。其实应该大家拢爱做啦哈，尤其是遐风险较悬的人，老人啦，本身有心脏病啦，有糖尿病啦，还是讲本身有肺病的人。这都不应该爱做啦。医师林英仁以第一线诊所的经验，伊讲为去年底开始，流感疫情就开始传，到即马也有侪因为流感来求诊的民众。根据疾管署的统计，类流感高峰期已经过去啊。顶礼拜门诊、急诊、类流感看病人次是102000人次，比顶一礼拜下降，不过也咧高原期，而且是6年降期上悬。基层医师也呼吁民众爱做好防护。得流感感冒的人吼，甲一般的感冒无共款，所在就是足忝。你若看到一个病人足忝，你一定要考虑吼，是毋是有流行感冒啦吼？特别你有发烧，佮有啥物烧流鼻水，这呼吸到迄个症头的人。就算即马已经春天，普遍大众认为是流感疫情的尾，但是医师林英仁也是呼吁大众爱来注流感疫苗，提升保护力。因应 COVID-19 疫情也当咧传，林英仁讲，若无严重的感冒，也通流感疫苗、COVID-19 XBB 2档疫苗当接住，保护家己的健康。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菲律宾总统进前才公开警告，讲这中国若伫咧南海地区侵扰到菲律宾主权，就会反击。初5也传出中国和菲律宾的船伫咧南海相撞，这区域局势规个变甲是真紧张。另外，澳洲伫咧东协特别峰会顶头宣布要投入大票61个金额，要来强化东协海上安全，应对中国的威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初5指控中国海警船伫南海进行危险操作甲阻拦，造成伫咧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国船只有居民结果损伤。不过中国说讲，中国海警船是咧对非法侵入经济区域仍爱暗杀的菲国船舰采取措施。到伫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人伫澳洲参加东协峰会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才针对南海经济公开警告中国，若菲国海洋权益受损，都会反击。Push back when our sworn principles, such as our sovereignty, our sovereign rights, and our jurisdiction i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are questioned or ignored.
南海问題是這擺東協特別峰會關注事項之一，也是澳洲正做東協第一個對話會談50週年，特別喺墨爾本舉辦峰會深化交流。澳洲除了宣布投入大約410億台票基金，擴大喺東南亞嘅投資，也會提供60億台票強化東協海上安全，來應對日漸有威脅嘅中國加南海緊張情勢。What happe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Taiwan Strait, in the Mekong sub-region, across the Indo-Pacific affects us all. 南海地區除了有戰略價值，當年大約有3.4兆美金嘅運輸業務通過一片海峽。中國多年來主張有南海大部分嘅主權，涉及台灣加菲律賓等幾個嘅東協國家認定嘅主權範圍。雖然今麥澳洲對南海局勢穩定投入更加濟心力，不過澳洲同時是美國嘅軍事盤，部分東協國家煩惱美澳合作可能會吸到中國敏感神經，讓南海局勢更加無穩定。公司新聞劉萬編譯。北約組織對1月中過後開始進行聯合軍事演習，目前進行到陸空兩軍演練多國部隊整合行動，包括新加入北約組織嘅瑞典，也喺咧上北邊瓦近芬蘭嘅空軍基地主持多國戰機聯合操演。一嗱陸軍嘅部分是喺咧波蘭嘅維斯瓦河水尾演練裝甲部隊過客樓。在架構工兵的配合之下，包括地主波蘭、和美、英、法、德、西班牙等國的戰車和裝甲車，一個通過波蘭上主要的河維斯瓦河，對地道會當看出演習所在的維斯瓦河的水尾，對東北東方向差不多100-200公里，都是屬島西啊。有駐當兵的加里寧格勒，演習的時機嘛，佇個俄羅戰爭滿2週年了後無偌久，不管是也是地，攏感覺是特別敏感。對冷戰時期以來，大批裝甲部隊渡過流經過邊緣的河，是當時兩大陣營攏真重視的演練科目。對持續對當兵擴張的北約組織來講，愛甲幾十個不同國家的人員和裝備攏整合起來，互相磨合的過程是要開真濟功夫才會當完成。There's always room for improvement, you know, and these type of exercises are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how working together we can then develop our techniques, our tactics, how we work together, how we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how we merge and synchronize the activity across multiple nations. 陸軍安尼，空軍嘛是同款。北約第32個會員國瑞典，則就喺加入戰爭，就定參加聯合演習。這擺是第一擺以正式會員的身份來主辦這一個空軍的共同訓練。What we'll do now is trying to synchronize the way that we fight the war with the NATO's air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that's a challenge, but it's a positive challenge. The new concept now is that we try to integrate even further, and that is possible because of the new NATO membership of Finland and the Swedish NATO membership shortly to come. 另外，喺巴爾幹半島的阿爾巴尼亞，展開冷戰時代的庫科瓦空軍基地。這個基地喺1955年的時陣完工啟用，也是蘇聯和南斯拉夫重要的軍事據點。蘇聯和南斯拉夫先後解體，基地喺20世紀尾荒廢去。各老各舊的美國戰機嘛，紅燈喺邊啊！一直到21世紀初，阿爾巴尼亞準備要加入北約，再個一步一步來整建。一直到當地時間3月初4，北約軍演的期間，重新啟用。做北約嘅空軍基地。公司新聞次家人編譯。越南嘅首都河內因嘅空氣污染是真嚴重，這是變做是全球空污上嚴重城市排名第1名。規個城市攏大霧，看也看袂清楚，空氣佫歹，這呼吸道不爽快人數是增加真濟。喺河內關老站對下骹看，規個城市就敢若跋入去石里雲霧內面，四界攏是霧，能見度是真低。瑞士空氣品質監測公司 IQAir 測試數據顯示講，河內空氣品質指數 AQI 到191，喺全球空污上嚴重嘅城市內面是排第1。第2是非洲加納嘅首都阿克萊 ，AQI 167；中東伊朗嘅首都德黑蘭 AQI 166，第這排名是第3。Tình hình ô nhiễm Hà Nội cô nghĩ là do phương tiện cá nhân nhiều, rồi bụi mịn của xây dựng ấy, mà thời tiết nữa, thời tiết lạnh xong rồi nói chung là gây hại cho sức khỏe của người dân.
普雷市对去年11月来到秋天了后，空气品质的指标就定定超过150，来到无健康的状态，甚至是冲破200，到非常无健康的程度。病室日出现一大堆咧嗽含未喘气的患者，确诊的人数上济捌增加50%。华南气象局指出讲，这波空污主要是因为湿冷空气的沉降作用，和空气内面污染物的传播微粒无法度消散，才会造成安尼的结果。世界银行2002伊的报告指出讲，河内有30%的空气传播微粒拢是对道路的风沙和800万台汽机车排放的废气来的。华南北部、中部两地已经有18000人因为空污相关病死亡。河内当局顶个月就建议民众尽量卖出去，嘛会记得挂嘴翁。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印度最近搁再传出性侵的罪行，受害者是西班牙观光客，搁是一对盲情翁仔某。顶礼拜引起印度东部旅游时阵，互7个查甫人为了拍抢劫，太太搁互抄打。受害者伫咧网络顶头公开过程，印度警方也随掠到3个嫌犯，而且赔偿受害者100万卢比。套头大双手护手啊，绑着这几位男性都是犯下集体性侵外国游客嫌犯。一对替西班牙护照，热爱长期旅行盲情翁仔某，顶礼拜六伫印度东部加尔克汉德邦旅行的时，因为电袂着住宿，暗时困饱芳过暝，煞互7名嫌犯拍抢劫。当时有巴西甲西班牙国籍的太太也互轮流性侵。देखने से लगा कि उनके साथ घटना हुआ है, कुछ चोट चेहरे पर दिखा, जिसके आलोक में उसको प्राथमिक स्वास्थ्य केंद्र सरैयाहाट नज़दीक में है, वहाँ पर ले गए तो डॉक्टर को उन लोगों ने बताया कि उनके साथ और जो लड़कों के द्वारा दुष्कर्म की घटना की गई है। 受害翁某随后伫因斯科国甲西班牙媒体上公开被害经过，印度警方曾经逮捕3个人，另外4个人也当咧调查。当地政府向受害翁仔某回息咧，佮提供100万卢比，大约38万台票的赔偿金。Thank you for a lot of time for the government Jankar. The police is very fast investigation. 3 or 4 people is detained. विक्टिम कंपनसेशन स्कीम के तहत हम लोग कमेटी जो हमारा जज साहब का अध्यक्षता में है 10 लाख रुपए हम लोग देने का निर्णय लिया था कल। आज हम लोग इमिडिएटली उनका अकाउंट में यूरोस में हम लोग कन्वर्ट करके अभी इमिडिएटली हम लोग 10 लाख रुपए का कंपनसेशन उनका हस्बैंड को दिया गया है। 这个案件佫引起外界对印度治安的观察。事实上，游客伫印度防侵犯，会常听到2年前一名美国妇女伫新德里的饭店，互一群查甫人系药啊侵犯。2018年，一名英国妇女伫西部观光地区国阿邦也不幸互人性侵。虽然印度2013年修订法律加强处罚性侵犯，不过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2022年犹原有超过3万件性侵案，平均每天活90件。公司新闻7万人民。昨晚网络顶头传出一段影片，是3个学生囡仔举扫帚、举沙条拍一个囡仔画面。基隆警方调查发现，讲这是一桩国中生的霸凌事件，也随通知学校进行校安通报。3个学生是轮流拍另外一个学生，在过程中，有人摕边仔的铁土这物件一直牵，有学生在录影。规个过程的影片，才是暗时在网络顶端在流传。警方网络巡逻发现，讲这个国中生的霸凌案，随通报学校，而且进行校安通报。不了解被害学生日前与施暴方有肢体碰撞而产生误会，警方立即掌握双方身份，并由家长陪同到案说明，后续依少年事件处理法移请侦办。警方甲涉案的这个学生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依请少年法庭来审理。学校嘛紧急进行了解，初5早起开会做后边的相关处理和辅导。关校内的人员，因为有一位是校外同学啦，那校内的同学的偏差行为同学，我们也会在进行辅导晤谈，然后会持续的在做一个追踪辅导状况。也是非常难过。大家都知道，我们对于基隆的校园霸凌有零容忍以及长时间辅导惩戒这样子的一个方案，我们会长达半年、1年，或许更长的方式，每个周末
在他放假的时间必须进行辅导。对家人佫一摆出现学校的霸凌案，市长谢国良是真重视，强调对学校霸凌零容忍的立场，要求教育处这单位投入辅导资源来协助。嘛强调讲对涉案的学生进行至少半年以上礼拜拜六的辅导。记者综合报道。国民义务役改登来1年了后，头一批海军陆战队新兵在去报道。屏东龙泉海军陆战队新训中心表示，这批有155个人，要进行8礼拜新兵训练。所有人员先把你的行李放自己的正前方。有人排着排呀，透早来到屏东龙泉海军陆战队新训中心报道，七度肯先确认在行李无毒品等违纪骗过来，就是将头毛剃好光。剃刀伫头壳顶愈来愈去，无偌久，头毛全剃了了。这批入伍的新兵有计有150个人，是第一梯海军陆战队1年义务役的士兵。伫新训中心有计点8礼拜了后，过去部队。担心是一定会，但是还是会为我一直鼓励，一直加油。那会不会担心现在台海的情绪蛮紧张？会不会有那种上战场的准备？就做好自己的本分。义务役为4个月变做1年，新兵拢讲愿意接受挑战，也讲家人难免烦恼。若敢要签约，加做志愿役士兵，有人愿意，有人拒绝。各级干部将以同理心为出发点，体恤以及关怀各位训员们的生活起居，并且落实各项的教育训练课程，按照各项课程进度分组10日授课，并落实风险管控，使役男得以安全的训练。我们采严格而非严苛的标准，使役男可以完成各项教育训练。1、2，下步。官方表示，这8礼拜分4阶段训练，以顺序渐进的方式，予役男加做合格的步枪兵。基本上，甲4个月役期的新兵入伍过程差不多，只是新训时间久当做8礼拜，予训练课程更加强化。记者综合报道。所谓身份证政策，因为治安的记录，行政院伫咧2021年宣布先暂停。厂商向政府要求调解金2亿8千万，引起外界批评。内政部长林右昌今仔日强调，这不是赔偿，是停算的金额。未来敢会继续推动所谓身份证例。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等待各自保护委员会成立了后，再过来做研究。政府推动所谓身份证，原定2020年7月上路，不过民间团体认为各自保护有纪律，提出示警。行政院伫2021年确定暂缓，厂商向政府讨赔超过10亿。今年1月调解金额估计2.8亿。不过外界质疑政府伫8月达成全面共识，就投入经费2.8亿会由全民来付。现在已经达成一个协议呢，就希望能够在2.8亿以下。其实我觉得不是赔偿啦，其实反而是停损的一个金额，其实把它降到最低，这个2亿多的一个金额，我想已经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所谓身份证暂缓，林右昌强调有做相关准备甲配套。另外，各种问题外界也关注，敢是成立专法。当时外界希望要先有专法去进行授权，也包含就是独立的各自机关的成立等等。那这些部分我们都有在全力协助。部分民众认为，所谓身份证是趋势，政府有缘应该继续推动。治安的这个问题，应该是一种它还是可以克服的问题嘛。数位是一个时代的趋势啦，主要是政府没办法解决，然后因为这样造成不便，然后我们还要再多花钱，本来是对我们好的事情。突然变成我们要多花钱，我们感受度会很差。未来敢是会继续推所谓身份证？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按照宪法法定解释，需要对个资保护设立一个独立监督机制，当咧筹备个资保护委员会。未来成立了后，会甲相关部会讨论，敢是有推动新设身份证的必要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目前上界新的诈骗手段，就是通知民众赶紧去立小单，或者是讲你的点数到期这拢是甲民众诈骗的方式。刑事局也呼吁讲，这电话号码若做有加86、加67、加447、加852，就有可能拢是诈骗电话。警方赶去超商，紧尾甲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抓落来。对方看了是真紧张，讲话是提提吐吐。我领取不是货，领什么货？替别人领包裹，一工就赚1000块，到达已经收买2万块。不过内底拢是人头口做提供的金融卡。你因为诈欺嫌疑犯后，将你逮捕。
根据警方的调查，30多岁姓彭的嫌犯，伊住伫中华，捌做过车手行列。即个上北去引送回司机，所变做是替诈骗集团共收缴金铺仔的人，伫台北市中山区行掠着。就算伊讲伊毋知头毋知尾，共款是去用移送。冯男透过网友介绍，北漂应征送货司机，并接受诈骗集团指挥，至超商领取包裹后，自放于指定地点领取报酬。诈骗的步数是800款，伫国内是袂少。根据 Fusco 的分析，诈骗集团用过清早用加来骗投资这种的手路，伫2023年有减少的趋势，换作是别项诈骗的方式啊。那取而代之呢，是自来水公司、台湾电力公司跟民众寄发简讯说，你的账单到期了，请你点以下的网址，又或者是说我们以假冒很台哥大或者是中华电信等等的电信公司跟你说，点数到期了。民间甲刑事局合作发布2023年的报告，发现诈骗电话甲简讯去年比去年有较减少。不过，境外诈骗的电话号码字头毋若是加886，包括加86、加67、加447、加85字卡内拢有可能是诈骗。若看到5大关键字：贷款、车贷、借款、股票甲优惠，嘛要多多注意，才袂去互陷大鱼。记者综合报道。年代旅游伫咧过年期间，害旅客伫越南防放鸟，去互品保协会除名。观光署即马也要甲年代旅游讨135万的保证金，所以因为因特别出来，今仔日正式甲因撤照。负责人林大军5年来袂当搁再经营旅行社，当日替因切尻川的品保协会也讲，林大军的行为是故意早起，未来也会修改规定，避免搁再互即款人加入品保协会。年代旅游去观光署停业了后，无伫期限内纳135万的保证金。观光署初5正式发文撤销年代旅游的执照。负责人林大军伫5年内袂当阁申请经营旅行业务，依法林大军嘛会当提诉权，不过到目前为止，伊也无回应。那他如果已读不回，我们这边也不是很，但其实基本上我们的确定是他有接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经过我们废止执照的话，他林大军本人还有包括他这家公司的经理人，在5年内都不得再经营旅行业务。观光署进前已经因为年代旅游甲旅客放混鸟，几啊届裁罚，累积146万，催缴若无起立，就会移送强制执行。也若受害旅客方面，品保协会目前收到800外的旅客申诉，会持续受理到3月18。上新的估算，赔偿的总金额可能会晚2000万。除了年代旅游防除名进前投保的上千万旅游保证保险会启动，已经入卡无出团的旅客，嘛会当向银行申请争议的款项。另外，无够的金额由品保协会负担。品保协会其实经不起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理赔，基金还是有限。类似这样有具体的，就是让他一辈子要离开旅行业。年代旅游甲旅客放混鸟的案件了后，旅游界就标出林大军用过捌已故的名，经营旅行社买手倒去，佮改名甲人合作开另外一间旅行社。即马伊负责的年代旅游去用撤照，品保协会按算收内规，避免不良的业者补的，所爱因来收买。学者分析，旅行社因为多元化的经营甲市场的布局，一般来讲，拢有几啊张执照。观光署应该爱甲业者做相关的审查。特许制的情况之下，更应该对旅行业的这个管理要重新去做一个检视。所以，其实最佳的方法还是在要回归到这个市场机制。学者嘛建议，英国咱国家旅行业规范做特许行业，是因为经过改革的时代。英国需要掌握咱国民众出入境的行踪，即马时代背景已经无共款，自由行嘛真发达，政府会当考虑改读特许行业的制度，互旅游业回归市场的机制，自由竞争，态度不良的业者。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凤山最近出现一个查某人呢，伊定定摕这饲料啊个笔，也伫咧社区内面的空地啊，或者是停车场，生这鸟仔来食，那造成这社区环境垃圾，鸟仔屎也放甲满世界。这款的行为恐惊已经违法了，会当罚款。目前里长先甲伊警告，希望伊唔通搁再乌白呀。
当时去画面会当看到一位查某人手提袋仔行到对面，就甲物件压伫涂骹。除了这边，伊阁会去对面停车场压甲规世界，伊行为也造成洪东里里面困扰，因为这位查某人世界牙饲了已经2-3天，定定生鸟仔来食，也造成环境垃圾。李斌表示，最近社会鸟仔确实有变多，上歹处理的就是鸟仔屎。环境的污染呐，对，而且那个鸟大便、鸟仔屎其实是做毒的。饲养动物之类的，它就会变成群聚，群聚来就会造成家庭的困扰。实际来到这，涂骹确实阁有一寡鸟仔饲料。里面为着要赶鸟仔，步数是真济，亲像有人就公碟片挂伫阳台，也有人用塑胶袋仔将机车包掉的，来防止鸟仔屎滴到。针对这位民众行为，里长也打出公告，警告伊莫阁乌白牙。民众撒饲料于人行道，致污染地面，影响环境卫生，查明污染行为人后，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裁处1200到6000元罚款。环保局表示，这位查某人看起来真有爱心咧饲鸟仔，不过已经违反废弃物的清理法，会当罚1200块到6000块，民众会使向环保局来检举。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地球暖化，海水温度升悬，这漩涡白化更加严重。为了要抢救漩涡、替漩涡流井，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今仔日和美国的穆迪海洋实验室、海生馆、海科馆，针对会勘得落来漩涡做研究，签署 MOU， 希望3年会当开发1万张做目标。将内小的累积六角漩涡移植了后，发现伊的存活率超过70%。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甲海生馆研究团队合作，找出各个会当适应温暖海水的超级漩涡候选物种。合作案会扩大到海外，再去基金会、海生馆、海科馆甲来自美国非洲的莫特海洋实验室，同齐签署国际合作备忘录，要共同研究甲保育内小的漩涡。We will have outplanted resilient coral genotypes that can turn the tide on the potential extinction of coral, and we can save the rainforest of the sea for future generations. 近日，美国非洲海峡高温超过38°C，大量漩涡白化。莫德海洋实验室积极救援白化漩涡，将伊移植。到去年已经伫最下苗圃保育超过22万株的漩涡。这摆来台拜访，克鲁斯皮发现海科馆使用台达设计的照片甲设备，会当互特定漩涡1年成长6公分，感觉意外。对此，海科馆落紧签署备忘录。加强相边的交流。如果佛罗里达这个 Mott 它这个有些珊瑚不适合在它那边那个温度的话，那可能在我们这边也是适合。那可以出来说，我们这些在它那边到底适不适合？这就是一个双边的一个技术跟研究，互相彼此分享。4方面会继续执行漩涡的保障甲育种，以3年保育1万株为目标。台达基金会去年也派人去莫特实验室观摩白化救援机制，期待台湾也会当学别人的经验，量早完善漩涡白化的预警甲救援机制。记者综合报道。青山哪来树哪也是要经过适当的整理，才会当避免一寡树啊过度生长。这寡错落来树枝叶啊也通再利用哦。即马农业部林业保育署参业者部落也有农场合作，把这的茶基抽油变做是精油等等的商品，提升树木的价值。摕起来片插头精油的香，互人感觉真舒适。这是农业部林业保育署参业者甲部落农场产地合作推出国产茶制作的商品，而且原料是使用人工整理树苗了后，剩的树枝叶啊制作完成的，达成树啊全材利用的目标。但是那些制造材，因为如果在之前因为没有市场实际上的需求的时候，它会被留置在现场，然后随着时间而腐烂，回归到土地。但是殊不知这里面的枝叶梢，其实它里面有它的一个特殊成分，有特殊的精油存在。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产出属于我们台湾在地本土的国产精油。这款产品的原料部分来自原住民部落，嘛帮提升部落的就业机会。部落当然一开始是人力这一块嘛，然后因为我们也相对把一些在山林一些采集下来的一些树种啊，那或是说透过在部落的一些农地里面能够种植，然后在它的一些富裕的过程当中，部落也都能够参与得到，然后相对就是会有所谓的在地就业。
林业署台东分署望民众透过台湾在地的精油来认识台湾山拿，进一步发展观光。部落表示，民众也通来一座生态旅游，实际了解原料采集的过程，感受部落多元丰富的文化。记者郭林凯台北报道。有真侪学校拢会推设特色课程，伫台南的嘉兴国小引导一个台湾西队的社团。虽然成立的时间敢若1年多，不过学生拢真有兴趣练习。去年因毋有摕到台南市传统艺术奖，今年也受到邀请去到台湾灯会表演。今仔日西头对高声的制造礼拜开始门打7星的电话，台南嘉兴国小的台湾赛队，每一个囡仔面热练习。其实这个社团到打敢若一冬外尔，伫去年因就摕到台南市传统艺术奖的特优，今年佮互邀请去台湾灯会演出。伫短短时间煞有真好的成绩。囡仔讲主要的关键是大家拢勤练习，也佮有动作细节拢真认真，表演才会水开。足趣味的啊！安怎讲？因为会当体会传统的迄落精神。有一寡美甲，讲做一寡小改。爱炖好好。安怎讲叫炖好好？炖过去的时阵爱停一下。以前是咱明朝的时阵，古天行关的关地的所在地，所以才有足虔诚的宗教的这信仰，互咱囡仔来熟悉以前的这顶头，所以成立咱的台湾赛队。台湾赛是对武馆衍生出来一种艺阵，伫民俗传统有驱邪祭祀的意义。一般东西会当分成广东西参台湾赛两大类。教练讲，伫南部的台湾赛拢以合喙的占大多数。伫表演形式方面，因武术的成分会较重，看起来嘛偏广东西较明，所以摕西头的就真重要。爱较高强大汉，因为无像广东西头前迄个西头爱较起呢，因为西尾爱较紧起来，爱较摸起来。台湾西无咧摸即个西头的。啊，无台湾西拢安怎做？台湾西就是拢靠武术的底。啊，落去打骹步，用那个行为就对。台湾赛文化对光复前就已经有啊。郝亨讲，虽然社团起步无偌久，不过因坚持推测在地文化，嘛按算未来会个扩大，互表演的定式更加丰富多元化。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筹备6年，最近推出一出传统皮胶戏和剧团合作的创新舞台剧，希望会当吸引少年观众来看，真捌着皮胶戏。伫宝贝这边，有人操控翁仔，利用光影来讲故事。这出戏叫做《光之路》，是以台湾皮胶戏辉煌的时代作为背景，透过皮翁仔甲演员来演出传统皮胶戏家庭面临的问题，亲像皮胶戏的传承，敢来当传互查甫，佮有主角之间梦想冲突等等议题。面对这个时代传统跟这个现代的儿女的这个情感的拉扯啊，所以咱的光甲影内底要让去突破这个传统的困境，是这个表演要和大家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台湾皮胶戏过去是真受欢迎的民间娱乐，不过时代变迁，电视电影流行，皮胶戏也渐渐稀微。高雄历史博物馆这摆是开6年的时间准备，将传统皮胶戏结合现代剧团，演出过程中唔留皮胶戏，佮有真人演出，和观众朋友重新熟悉台湾皮胶戏的文化。就是说。少年的迄个世代，因对一寡传统的剧本吼，甚至阮发现因对孙悟空、猪八戒越来越陌生。皮胶戏来台湾已经有300档，传承也一直是传统表演艺术上大挑战。高史馆馆长表示，即马阁有营运的3个皮胶戏剧团，拢是伫高雄，是高雄重要的文化资产。望将传统的皮胶戏会当结合创新剧团演出，来吸引少年一辈重视。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4度到22度。苗栗到云林对18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26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